大家好，地區視頻介紹廣東鳳山港客家話老粵方言嘅語音嘅兒童。粵方言大家最熟悉嘅係香港老廣州旅行嘅廣府片粵方言。客家話國內外流行最廣嘅係外人惠陽類型嘅口音。鳳山港市係廣東14個鐵業市之一，本地民族主要係漢族、藏族、瑤族、老建族。漢語方言有兩種，一種係粵方言，喺江後區、鳳山區、東興市嘅區人市政府所在地及其周邊鄉鎮，喺鳳山港市嘅強勢本地語言。非粵方言嘅無論係少數民族還係其他漢語方言嘅人口，都幾乎是講粵方言。鳳山港嘅另外一種漢語方言就係客家話。中國語言地圖7嘅方言調查點顯示嘅就係鳳山區花石鎮嘅客家話。無論係粵方言還係客家話，其內部嘅客家音係差異都無大，各圖統一。歸南地區包括鳳山港、欽州、北海嘅粵方言幾乎都係有7個聲調，比客家話多1個，比普通話多3個。普粵客聲調類型差異在粵聲調嘅多少。本期視頻專門介紹這方面嘅兒童。從這張表格中可以看出粵方言粵聲分上音粵、下音粵，陽粵模範只有1個，客家話音粵模範只有1個，合嘅粵聲分音粵、陽粵2個，這係客粵兩大方言最明顯嘅語音特徵之一。用數目數來說明一下佢哋嘅發音特點。粵方言係1調7個，客家話係1調7個。類似嘅數含有7、8、10、8等幾個。粵方言分別讀7、8、10、8，客家話分別讀7、8、10、8。以上啲幾隻數，粵方言調7係5，客家話調7係2，人傳不同，聲調差異明顯。6係另外一種類型，粵客調7都係2，聽感上也人傳相同，但係在語言學方面聽位唔同。粵方言係陽粵，客家話係陰粵。數目數2又係另外一種類型，客家話讀陽粵聲調調75，粵方言調7也係5，名稱係雙音粵，客家話讀粵，粵方言讀粵。這個表格分別係粵客兩大方言嘅3種兒童類型，根據調7嘅唔同，錄數都係2，粵數都係5，粵數唔同，粵方言係5，客家話係2。聲母韻母嘅搭配有相同嘅錄都讀6，也有明顯唔同嘅粵老粵。粵數粵方言讀粵，客家話讀粵。粵數粵方言讀1，客家話讀粵。再舉例說明一下鳳山港粵客兩大方言嘅聲調老調7兒童情況。同一個數國家嘅國，普通話讀陽平調國，外人客家話讀國。鳳山港粵方言讀下音粵聲調國，鳳山港客家話讀音粵調國。好啊，地區視頻簡單介紹鳳山港粵方言老客家話嘅聲調嘅兒童，多謝觀看下期視頻，再見。